唉，被开罚单了。娃娃 T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没错，前阵子呢，我不小心闯了一个红灯，结果呢就被警察拦下来，然后开单了。唉。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加州警察给我开的单子，它上面呢只有写一些我的资料啊，跟我违规的事项，并没有写罚款的金额。那个有写罚款金额的单子呢，会在2-3个礼拜之后寄到我家来。那如果没有寄来的话呢，我就需要自己上网或者是打电话去查询了。那被开交通类的罚单，例如闯红灯啊、超速或者是没有停 stop sign 之类的被拦下来呢，除了要缴罚单的罚金之外呢，还要去上交通学校的课，不然呢就会被扣点。一旦被扣点呢，保险费就会上涨。所以如果你有资格可以去上交通学校的课的话，那就去吧，不然保险费会变得很贵。那你去上完课之后呢，你18个月之内呢都不能再被抓到违规，不然呢就不算是好驾驶。你下次再被抓到呢，就不能再去上交通学校了，就要直接被扣点了。不过听说还是有办法的啦，可以上法院去跟法官求情。大部分的人呢都有获得可以去上课的判决啦。好，那我违规的事呢就先不说了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讲讲，在美国被警察拦下来之后呢，应该要怎么做。首先，如果你看到有警察在你后面对你闪灯或者是鸣笛的时候，你就需要靠边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。请千万一定要停下来哦，不然后果可是会很严重的。因为你不停下来的话呢，警察会以为你要逃跑，他可能就会叫很多警察一起来追，甚至有时候可能连直升机都会出动，那就很可怕了。到时候可就不是只有开罚单这么简单了。好，那在停下来之后呢，首先要先把车子放到 P 档，最好是熄火啦。那这时候呢，警察会先在他的车子上用他的数据库查查看你的车子是不是赃车。那他查好之后呢，才会下车走过来你的车子这边。那在这个期间呢，请千万不要乱动，更不要下车，因为美国人民呢是可以合法持枪的，警察也会怕你是不是会拿枪打他，所以如果你下车，他可能以为你要逃跑或者是攻击他，进而开枪打你。那你乱动的话呢，他可能也会以为你要掏枪打他，而先开枪打你哦。所以被拦下来的时候呢，最好就是什么都不要做。然后当警察靠近你的时候，你就把手放在警察可以看到的位置，例如方向盘上面。然后在警察敲你车窗或者是示意你把车窗放下来的时候，你再把车窗放下来。在他还没有叫你拿任何东西的时候呢，都不要乱动。不要一被拦下来的时候呢，就开始翻东翻西，想要找你的驾照之类的东西。在你看来，这个动作可能只是找证件而已，但在警察看来，你可能是要找武器攻击他。所以当警察靠近你的时候呢，请千万不要乱动，让他看到你的手，不然他是可以开枪打你的哦。好，那车窗放下来之后呢，警察会告知你为什么被拦下来，然后他会要求你提供你的驾照啊、车辆注册文件啊跟保险卡。他拿到这些东西之后呢，他就会回到他的车上去查看你的信息，看看你是不是有犯罪记录等等的东西。时间有可能5到10分钟不等。这时呢，一样待在车里面不要动，等待他回来。那等他查完你的资料之后呢，他就会拿着这张单子过来给你，然后要你签名。这张单子你签了名之后呢，不代表你就是认罪了。签这张单子呢，只是表示你签收了这张单据，并且会处理善后之后的事情。这张单子签了名之后呢，还是可以去法院申诉的。所以如果你觉得警察无理，随便乱开你单子，你明明就没有犯错来拦你下来的话，你也一定要先签好这张单子，然后你再去法院申诉。如果你拒签这张单子的话呢，你就是妨碍公务，他是可以逮捕你的。好，那签完这张单子之后呢，你基本上就可以走了。当然，你可能会心情不好好几天。那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等待你的罚单的到来。收到罚单之后呢，你可能又会心情不好好几天。那你收到的那张罚单上面呢，会有几个重要的信息，我要来跟大家说一下。首先呢，就是会有一个 due date， 也就是截止日期。然后还会有3个选项要让你回复，分别是去上交通学校、去上法院申诉，或者是写信申诉。不管你选择哪个，都需要在 due date 之前回复，并缴交罚金。回复的话呢，你可以上网、打电话或者是写信都可以。那如果你是要选择申诉的话呢，一样要在 due date 之前先把钱缴了。如果你胜诉之后呢，他们会把罚金退还给你的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啦。希望各位小娃娃们在美国开车要注意安全，永远不要被警察拦下来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